咱現代人手機啊、平板、電腦是看規工的正常目睭。台語文園區是舉辦台語醫學講座，邀請眼科醫師教一寡保養目睭的知識，純粹是聽台語、學台語，一檢二過。用手機啊耍遊戲、看影片，但是長時間近距離看手機啊，可能會讓目睭疲勞，甚至會有目睭點點、澀澀的狀況。中華台語文園區就來舉辦台語醫學講座，邀請眼科醫師解剖電子產品對目睭的影響。即賣人吼目睭因為攏在用手機吼，定定會，你感覺較澀？對，嘿，啊，所以吼，咱來加一寡用眼的知識。啊，即馬過來講參青光眼攏少年化，所以想要來聽看嘛，可能驚保養吼。眼科醫師講，即陣大眼睛、白內障等等的眼科疾病有愈來愈少年化的趨勢，建議民眾若使用電子產品，上無愛保持50公分的距離，使用20分鐘就愛休困。主辦單位關懷文教基金會表示，希望透過講座，讓眾人了解保養目睭的重要。講座用台語，嘛希望達到台語生活化的目的。視力保健若無做好，咱有可能會足儕的併發症，真儕人真少年。因的乾眼症、白內障已經年輕化。醫療的一個知識啊，醫生的專業啊，咱愛注意啥？唔是講叫你來學台語爾啦，照講是大家佇生活中都愛講的話。最近大家有聽到迄個黃仁勳咧講啊，奇怪，台灣囡仔結果哪會聽無台灣話？用伊做一個例，互咱大家原來是個警醒啦。啊，你有講，就會認同嘛。主辦單位表示，最近回答執行長黃仁勳用台語甲囡仔的互動，受到真濟討論，嘛希望借這個機會鼓勵大家講台語，尤其園區不三時都會辦文化、民俗、醫療等等主題台語活動，望台語行入無共的領域，才會當互台語的路愈行愈開闊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